来伫高雄的公山，这个查甫人安尼还爸爸，明明已经离婚了，看到前某交男朋友安尼袂得，一路讲对，发现前某坐起伫家己好朋友的车顶，醋桶举起来气噗噗，甲人拖落来拍，佮甲前某压咧走。警方马上依车约人，抓到3个嫌犯，移送法办。 监视器翕到，规阵人将警车轿车围调咧，开始就骂，甚至有人捡路边的石头啊，就捡。轿车驾驶一个落车，边仔这个女乘客嘛落车，一个落车，随后这阵人围咧拍，公然拍人，有够唱手，唔能用手拍，佮用安全帽啊伫卡。这个查某的，互人半拖半扭，互边仔看到的住户，大家拢总硬气嘛，唔敢出手。你小拍嘛，唔知安怎，听伊哭哭叫，我嘛准是迄种因伫搬厝的。唔知拍一个查某的。这个查某的哪哭哪喊救人，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不管边仔有人伫看，连拖带扭，长头白日，规阵人将这个查某的掠走去。代志发生地点伫高雄的公山区，嫌犯是姓陈的查甫人，原来伊是被害女性的前翁，明明已经离婚啊，却因为怀疑伊的前某有男朋友。 结果甲朋友做伙甲对发现讲，伊的前某甲伊另外一个好朋友关系袂歹，一个生气就出手拍人，甚至掠人。警方依照监视器画面，以车掠人，掠到3个创手嫌犯，将因依照妨害自由罪移送。